點樣存入新資金？先進入資產頁面，輸入密碼之後進入資產版面，然後點擊帳戶，選擇入錢，就可以輸入存入嘅金額同埋貨幣。再選擇唔同嘅存款方式，例如選擇 EDDA 存款方式之後，就要選擇轉帳嘅銀行帳戶或者新增銀行帳戶。喺核實銀行登記嘅證件類型同埋證件號碼之後，就可以點擊下一步確認存款。如果選擇轉數快、網上理財，又或者係自動櫃員機或者櫃台做轉帳方式，就都需要選擇轉帳銀行之後，需要填寫轉帳日期，並且上載轉帳嘅截圖或者相片。最後就係使用電匯嘅方式轉帳，就需要填寫開立銀行嘅帳戶資料，上載銀行證明文件，並且最後都係需要填寫轉帳日期，再上載轉帳嘅截圖或者相片。